咸水排水一直是溪北重要的水路，不过过去因为河面缩减，一旦下游水位不重，或是短时强降雨，就真容易造成淹水。所以市府为了量早达成咸水排水的全单治理，一日期工程拢陆续向中央争取经费。伫市长每天任内加减总共补助3亿3000万，治理的长度有2.2公里。市长上午伫当地议员陪同，嘛前往关心新营区1期工程，并听出水利局长的简报，希望工程如期如期，伫明年雨季进前完工。07年0823的这个那么大的雨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保护起来。估计保护的面积是60公顷，保护的人口是3500人啊。那总共的经费高达将5.2亿，就包括后续的盐水的3期加起来是5.2亿。也希望这个迅速赶快完工，然后能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尽最大的保护的功效。除了咸水排水的治理以外，水利局也针对周边容易淹水的地区，量早完成系统性的改善，让新营甲咸水区的民众避免淹水威胁。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。